酒店式嘅房間，有專門招待親友嘅位置，獨立洗手間，仲有露台花園。呢個面積達到270尺嘅單位，位於廣東佛山安養中心入邊。中心早前獲納入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。由社企舉辦考察團，一行10幾人，首先聽下喺中心居住咗近半年嘅潘伯分享。2個人佔一個房，住一個房。有冇嗌交咧？冇，真係冇。大家咧喺度終生噶啦，唔好計較咁多啦。想食就食，想去玩就玩。之後再參觀一間公營嘅安養中心，入面嘅醫療服務由佛山市第5人民醫院提供，有門診部、康復科同住院部等等。安養中心入邊嘅老年大學提供書法班同埋手作班等嘅課程，完成之後仲可以帶走作品，俾長者活到老學到老。參觀完設施，仲可以試住另一間合資格嘅院舍。中心提供700個床位，大部分係雙人房，房型可以獲得政府全額資助。同樣都係57歲嘅黃生同太太，雖然未到退休年齡，但都想提早規劃一下。香港係逼劫啦，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話講緊跨境養老。如果大家即係喺香港都係大家都係寬敞係個環境好嘅，都唔會話想離開自己住開嘅地方而去離開，即係去第二度養老。因為我所見到即係聽聞各樣嘢，香港嘅護理院、老人護理院，好似係得啲板間住，間開咗就當係一個房俾佢啦。但係呢度我實實在在見到個幾百尺嘅房，就係咁樣，就係咁大分別。社企創辦人期望透過考察團，俾長者深入了解合資格計劃嘅院舍設施，以及申請院舍照顧補貼嘅評估標準，真正做到老有所養。佢哋有機會睇多啲國內大灣區提供到個安養措施，對佢未來規劃佢嘅退休生活係好重要嘅。如果你係身體仲有照顧自己嘅能力嗰陣時啦，入到嚟識多啲朋友，了解呢個環境，然後先至決定住落嚟。咁你身體衰弱嗰陣時，開始都有人照顧你，你都覺得呢個都係好似家嘅感覺咯嚇。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認可機構已經擴展到11間院舍，政府出年下半年起，亦都會試行為入住廣東院舍嘅長者購買內地醫保，並且分擔當中嘅共付額。